夏尔要的东西还真多哎。没办法，赶快去找吧。我需要找到好多东西，但是好苦恼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。或许我该先拿出箱子，准备好打包，然后就能开始四处寻找。只需要团队合作，就能达到最终目标。检查清单，下一个是什么？我没时间睡觉，这有